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已经前200多日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调也同意，今仔行政院长报告刷到复位，今早下晡先处理718亿的新兴预算。第10回才收刷，咱国防部昨暗公布，中共辽宁号航空母舰遭驶经过台湾海峡，国防部阁继续在监控。陆军中枢孙草船甲马航部联合作战计划等机密资料提供予中國賺6萬外塊，防破12檔的有期徒刑，褫奪公款6檔。來看今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已經前200多日了，調也總算協商同意講，今仔行政院長報告順達結束，特別復位審查。而且目前立法院規劃總預算案有機會在6月中來審討，下晡就先開始來處理718億的新興預算。另外，行政院今仔補提名的3個中選會委員，院長趙英泰是望講國會經通過相關的人事案。經過立法院調也黨團協商同意，行政院長趙英泰2日赴國會報告備詢後，今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就會當復位審查。趙英泰表示，會用上大的誠意來做，期待立法院趕緊審查權力。經過了200多天的延宕，第一個希望能夠速審，盡速的審議。第二個，尤其在面對最近這種中東情勢，也希望立法院能夠在審查的過程當中，能夠合理的寬列。不過，說落來進入實質審查，在野黨早就傳好咧等啊。國民黨團鎖定媒體宣傳會頂，民眾黨團是對照監察院預算，強調會監院的立場。對軍人加薪、有警消人員退休金等預算，半年來敢會有行政院的版本，那也要求趙院長愛佇現場回應。你們修法的現在的未來的考量是什麼？政府過去到現在對軍公教的這個福利待遇，從來不予考量，而且非常重視。不能說是不多，但是應該還有更可以加強的地方。針對718億的新興預算的這一包，那民進黨團提出來的解方，就是立法院必須承諾在審查預算的時候不得刪減。今天就會馬上處理這個718億，對。動之今天就開始。地人事案的強局是包括國家通信傳播委員會 NCC 加中選會等機構。趙英泰表示，下晡提名3個中選會委員，嘛希望立院會當加速審查。日前第10回後，北京提出對台10大政策，上總邀集產業界呼籲政府愛正視。趙英泰是回應所有涉台措施應該以公權力做協商基礎，嘛表示政府已經做好準備，用優先公開誠意的態度，願意主動邀請對方協商。政府也會跟業者與人民站在一起，一致行動，共同呼籲，中共要揚棄，這個對台統戰分化的政治操作。你們有致電給商總的朋友？他沒有回我電話，但是他應該知道，我們只有關懷支持，沒有所謂施壓。傳出陸委會預算同款嘛，互南亞鎖定台檢。邱水正表示，雖然資源無大，不過陸委會、海基會的同仁攏積極努力維護國家主權，因為對業者和人民的守護，大家應該攏看得出來。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看日本護衛艦雷號前一站通過台灣海峽，參加美國甲菲律賓佇南海的演習。中共非常的不滿，當時派出遼寧號航空母艦駛經過台灣海峽。咱的國軍冇公布空拍相片，國防部長顧立雄今仔嘛表示講，包括台海、黃海、東海和南海，咱國軍賣甲民國來分享相關的證據。台海情勢相關，中共航艦遼寧號23附近穿過台海，中軍也公布加大繞台6頭，國軍公海空中翕相，嚴密監控遼寧號也整合強機14隻，其中11隻戰至北部、西南、東部空域結合強艦7隻，國務船1隻出現在台海。外界解讀，中共反制日本護衛艦雷號進行通過台海，加美菲在南海舉行警民間演習。不止台海周邊嘛，對於所有我們相關的包括黃海、東海、南海，這些我們都會持續運用我們的相關的聯合情報所，以及我們多元情報來源，以及跟友盟國家分享情報。伊強調會繼續關注遼寧號後續動向，學者觀察，中共主要是咧展現軍事力量，向海印太地區周邊國家釋出政治信號，加緊民間演習咧拼場。
那他刻意放几家在上面的话，多多少少我觉得也许是有示威的意味存在。作战的时候他是完全不可能从台湾海峡经过，他一定得要那个绕一个大道，他必须从宫古或者是从巴士海峡通过，那个到这个西菲律宾海部署，那这样才可能对这个台湾东部造成威胁，或者是拒止美军。面对中共反弹野心，驻英国代表姚金雄受邀参加英国国会国家安全战略联席委员会，在现場提出台灣全民安全指引，分享台灣安怎建立全社會防衛準則。The country has been defeated or the government has surrendered is disinformation, misinformation or fake news. Do not believe this information. 伊強調要提高自我防衛能力，透過協助促進和平，指出台灣的國防預算在今年達到佔 GDP 3%以上，2030年目標達成佔 GDP 5%。韓國國防特別條例目前要卡在立法院，各類向表示特別條例唔能包含軍國抑個威脅，相告呼籲中央共同支持。記者綜合報道。陸軍馬祖防衛指揮部前中士孫楚全，因為甲錢攏寄付予網青，佮欠地下錢莊的錢，予對方吸收正做強諜，甲馬防部聯合作戰計劃等機密資料提供予中國，賺6萬外塊。台灣高等法院是以違反國安法等罪，判伊12檔的有期徒刑，褫奪公權6檔。這案是會當去上訴。法警佇邊仔介護，方提訊到法庭，規喙手的孫楚全，捌是馬防部的中士，即馬說加入強諜的風波，涉嫌泄露軍事機密，檢方甲起訴，求刑12檔。經過高院審理了後，2億依照貪污的違背職務收烏西錢，重判12年。有泄露情報嗎？親身伫現場聽判決的伊，因為看網絡直播看甲真痴迷，無少大家甲伊欠的錢攏總開了，佮找地下錢莊來借錢，敢若為着要寄付予直播主，予直播主歡喜。因為債務抑個貸款的問題，予伊實在是袂喘氣。網友佮甲牽據落難，聲伊用手機翕軍方非常機密的資料，佮包括馬防部的作戰計劃，前後8擺賺67000外塊。對於外離島來看，其實都是包含本島啊，其實都是它滲透的必要性。共軍對於這個外離島部分先做所謂的滲透，那後續做所謂的這個登陸奪島的話，我想對於本島的這個威脅，它是具備的。判決內底特別講到，中共想要改變兩岸現狀，透過內神通外鬼、虛的甲實的做伙來這款的方式，危害我國的主權，向遵循主權是現役的軍人，對着國家有忠誠的義務，說是破壞軍人的目的，危害國家安全。全案已進入司法程序，相關案情不予評論。面對中共的滲透攻勢，將持續教育官兵辨識滲透態樣，鼓勵檢舉不法違常。即馬國內特不時就傳出軍人牽涉強諜的案件，進前檢察院嘛以偏防部一個姓蔡的上司，佇網絡頂敲找借錢的資訊，去予中共迄邊的人利用等等案件糾正國防部。面對中共的滲透四過贏杯，國防部嘛回應，會繼續甲保防的教育做得好，嘛會強化機密資料的管理。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看，前民眾黨總黨主席郭文達佇台中5份噴到環境水，昨台中第6分局的分局長講是伊無勢力去噴到的，伊嘛互記過調職，佮互送法辦。我幹嘛認為講安尼處罰咯，敢會相當咧？內政部長劉世芳是表示講尊重警政署，台中市長羅秀燕是講這是關係到警察紀律的代誌。前民進黨主席郭文達進前佇台中逢甲夜市去用噴鹹橋水，毋過調查了後，所發現是台中第6分局分局長無勢力噴到，事後去互記過處罰調職，佮函送法辦，引起外界關注，處罰是毋是無合比例原則？他是一個勤務指揮官，所以我們認為他處置上面，不管是在時間上，或者是在處置的失當或失錯上面呢，必須要接受懲處。那懲處的範圍的話，那尊重警政署他們的良心。這個事件不只是一個烏龍事件，而且是警察紀律的問題。這位警察主管周局長哈，那在這個事發以後，那沒有坦誠的說明警察局對他所做的處分。好，我可以理解。羅秀燕鬧黨話坦白講，這是警察紀律的問題。如果分局長在第一時間就承認，就免了這麼多人力跟武力，會當較緊查出來。民進黨立法院黨團是批評，民眾黨第一時間過頭指控，底下車風壓影。民眾黨啊，本
本身存在着好像是只要任何一个风吹草动就要制造他们被执政党来给迫害。如果确定是乌龙，我想民众党会有一些对外的一个回应。大家都小心谨慎，都是好事情，所以真相大白都可以了，就想说这件事情就把它翻页吧。民众党议员参选人刘钦武议员嘛撤回伤害告诉，强调报案是为了厘清真相，铁过是要让代志降温，强调民众党一向对事无对人，除了尊重调查结果，嘛希望替第一线的警员减少压力。记者综合报道。伊党是个红色航母自海峡，所以中党的角色嘛是个真紧张。美国只有费城半导体指数收红，其他是动落。也毋过今仔亚洲股市是动起，韩国是起超过2%，日股指数又个起到59000点。今仔台股早起嘛起要800点，收盘是起646点，收伫37605点，又个创新高。因为中东战争好淡的进度，互外界看甲雾煞煞。美股收盘大多数拢是收乌，干那费城半导体指数是收红。那2伫亚洲股市好亲像无受到影响，韩国起超过2%，日股伫咧59000点徛在，有机会挑战60000点。那台股早盘一开盘上悬来到37757点，起要800点。美伊这个中东战事的一个利空的一个钝化啦。那次要的原因来讲的话，则是美股的一个反弹走升来讲，主要是费半的一个带动。那加上台积电第一季的一个法说，其实缴出一个超强的一个业绩那也是带动这一波的一个指数一路往上攻。专家讲，拜二台股会使继续冲，主要是电子股，另外还有台积电所产生的相关的供应链。那台积电的股价今日开盘是2050块，盘中上悬2075块，起25块。不过其他的传统产业甲食品工业的族群表现就较软正。专家提醒，因为目前台股伫咧4月较大。已经起要6000点，年线的乖离较大，就要注意底线有起较济，会救到转来的风险。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史班明夫发文讲，台股伫咧全球的市值排第6，比英国、加拿大拢佫较好，代表台湾比真侪人想的佫较有实力，咱嘛佫较值得有自信。若经济部认为，即马 AI 风咧吹，台股的总市值已经冲到4.14亿美金，显示国际资金继续甲台湾看正有。基本面强劲，这个是没有问题那但是呢，台湾的股市就是建立在 AI 跟半导体高度集中优势，能否呢在未来培养出第二具成长引擎并且深化资本市场。虽然伊拢伫咧周边封锁荷宝珠海峡，也毋过台塑海运下底超大型原油轮、军舰轮已经通过荷宝珠海峡，预计5月初档会到卖寮港，会使互台湾目前欠油货数800亩的问题留啊消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大家妈祖了解真香，今仔第4天咯，早起8点是伫嘉义新港的洪天宫来办祝寿典礼，祈求妈祖保庇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嘛提信众来消灾解厄。了敬进香，祝寿大典，典礼开始。2是大家妈祖绕境进香第4天，拜二早起8点的时，祝寿大典伫嘉义新港洪天宫正式起鼓。庙埕头前有9万信众来祝贺，现场闹彩彩。若今年大家妈起价有超过60万人来参加，嘛创历年来上悬的纪录。团体归，以这正双手合掌。恭祝天祥圣耀圣诞珍秋。若大家妈祝寿大典是一摆9暝8天进香活动上重要的仪式，在地头人甲9万信众做3抾手的鼓励。那祝妈祖圣诞千秋，嘛要祈求天祥神庙保庇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嘛替信众消灾解厄。这仪式除了有宗教意义，嘛有安大人心的作用。逐年拢有人为国外专工来参加。来自海内外全国各地善男信女一同在祈寿。另外，大家妈按算伫礼拜回銮登去到定南宫，完成全程340外公里的绕境活动。若大家妈做绕境进香，第2008年嘛，互台中市文资处登录做民俗来保存，嘛互文化部指定做重要的民俗。记者高正阳、王志光综合报道。再来看利用政府破坏1万块的诈骗佫未少，高雄的警方就抓到一个诈骗集团，骗民众讲1万块去互偷领去，要民众提供口罩来确定。
其中有一个受害者佫互拐走370万。这个诈骗集团计共是有8个人，嘛互移送桥仔头地检署去侦办。这个是客人用完的黑莓卡。 看到警察找上门，诈骗集团的嫌犯一项甲物件来源交代清楚。高雄警方对去年11月开始，就小刷接到有不法分子利用政府普发1万的名义来诈骗，其中一件是用老步数，先假做邮局的人敲电话通知民众1万红头领去，落尾动话给警察甲检察官来通知口座冻结，爱民众提供小额也是金融卡，买手钱就互领了了。警方表示，高雄地区至少有3名受害者。 那其中一名最高的诈欺的金额是376万左右。那他被诈骗的名义一样是相同，就是有电话不明的电话打来说，他的普发现金的1万可能被其他人领走了。 其中一位民众为着1万块，落尾煞互拐走370多万。警方调查发现，姓杨的主嫌伫咧网络平台看广告，以一个问高4000块的价绍去甲人买电话卡，甚至佫甲脑筋动到外一亿元的身上，出关价去买近台湾的电话卡。警方表示，甲电话卡卖人做歹代志嘛是共犯，包括姓杨的主嫌在内，也佫有外一亿元甲学生，拢总8个人拢按照加重诈欺罪嫌，移送桥仔头地检署侦办。 要以人头的门号来躲避这个追查，所以他可能会去跟这些刚进来的这些移工或者是学生就是境外的学生来购买这些信卡。桥仔头地检署表示，姓杨的主嫌因为涉嫌重大，已经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核准。警方强调。 普发1万领到4月底，公部门绝对袂用电话，爱民众提供口座、小额也是转销。民众若是接到可疑电话，一定要先卡165查证，唔通戆戆啊照做。记者柯家族赵勇高雄场报道。 台中去年发生非洲地震嘛，互大家真关心讲喷爱安怎来处理。也毋过昨北屯区就有民众看到讲市政府环保局的粪扫车直接甲喷的垃圾水排到路边的排水沟啊，这实在是伤含咯。环保局嘛表示讲，这是清洁队员个人的行为，会来处分。今仔早起嘛去现场大消毒。台中市环保局的粪扫车停伫咧这台空地啊，咧放垃圾的喷水。 收水都全部倒在这边，太夸张！就是这台车，规涂骹的垃圾喷水实在是足歹味，这环境嘛足垃圾，民众都爱对方甲遮清清的，毋过清刷了后，这味嘛是佫足重的。20暗时晚6点，台中市环保局的粪扫车伫北屯区这台空地啊，甲垃圾喷水就摆沟里，全部拢去互民众看到。 是黄黄的水渍嘛，因为那边平常我们搬过来说很干嘛，所以那边是干的嘛，所以基本上就是它就是在撸嘛。然后因为我觉得怪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拿水，你也没有拿什么东西去弄它，可是就是地板上它就是在刮水沟在清理嘛。离环保局赶紧派人到现场来清消，依照正常的程序来处理。若粪扫车污水槽满，人员应该爱先甲车辆开去驱队。 甲污水甲卸掉了后，才会使阁继续去收粪扫。毋过这台车负责的人无依照规定处理，家己甲污水排入去到沟里，这是个人的行为，会依照规定将严来处分。在垃圾压缩的时候，就会产生汤汤水水的污水。那时候在垃圾车污水槽里面产生的污水，那他应该回来区队做请到，那队员最便宜行事，把这一道手续忘了。 把它请到在我们那个水沟里面。因为台中市伫去年才发生非洲地震疫情，市府讲，这个行为已经影响到环境卫生，已经严重违反环保局队员工作的规则。除了对驾驶，也有随车人员会记过来处分。另外，嘛依照废清罚1200块到6000块的罚款。后续嘛继续加强训练甲监督。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宜兰的首尔分局接到线报，讲伫宜兰县壮围乡滨海道路有一间林家厝，用家庭代工的方式，特先生产制作伊托米纸，送是分单。检警出动去抓人，现场冇查考到真侪毒品。 霹雳所做请规组的装备对门甲弄入去，因为宜兰作为滨海公路，一大边提起检警掌握到以家庭代工的方式，私下制作人咧讲的送死烟弹的伊托米纸混油弹，对外咧贩卖。 这些伫厝内嫌犯是走袂去啊！警察大声喊卖动，根据警方掌握，这暗色林的主嫌透过空芳买到伊托米纸油混的原料，使用简单的化学设备加上化学药剂调做伊托米纸混油，而且为着闪避警方的追查，搁伫厝外设滚10组的监视器。
姓林的嫌犯一家人到尾也是逃袂过法网。警方伫个厝内查扣到依托米酯原料粉4.8公克，原油成品58.1公克的证物。现场查获第1、2级毒品依托米酯原料粉及成品。化学器具1批等证物。姓林的嫌犯讲，做毒品的方法是伊家己查网络，佮问朋友家己试出来的。制毒期间大约只有几个月，到底偌侪毒品流入市面，检警也搁咧调查。专案警方以制造第2级毒品定罪，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有一个大约50岁游民，竟然甲国小学校的电箱当作家己藏物件的所在，昨可能是无细力去当着高压电的设备，结果爆炸，规身躯是有3成的烧烫伤，送病院急救加载是无性命的危险。台南区新兴国小一透早电梯、电动门拢袂振动，连办公室嘛拢无电。校方原本想讲跳电，赶紧请台电人员到场抢修。这电箱拍开，内底竟然互人放真侪规矩的纸箱甲大细胞粪扫，哪像当作家己厝内仓库。原来是昨校外高压电箱爆炸，是这堆物件引起的，嘛造成学校大停电。有一个查甫人当场送医。第1名男子将私人物品放置于高压变电箱内。在整理时不慎触碰，但未影响学校供电，令学校高压变电箱所被敲开毁损部分，校方暂不提告。那我们以撕传单覆盖之后呢？经评估之后，生命真相稳定，那就后送成大医院。此场意外发生伫咧2半暝1点外，新兴路甲下林路路口，有骑机车路过民众看到电箱咧着火，一个查甫人身躯顶嘛着火，家衫断掉要逃生。根据了解，这个51岁姓黄的查甫人，伫校园附近行来行去真侪冬，当期甲垃圾米等入去校园，这回用轻的方式甲粪扫等入去变电箱，没想到熊熊碰到高压电，引起着火。维修人员讲，电箱锁头为了方便抢修，是采用通用型的锁匙，没想到这个查甫人伊家己偷开，造成保险丝速度。那为了解决这件事情，我们甚至就是把这个东西都拆，就是舞台也都拆除。之后他就是还是陆续的再把这些垃圾还是塞到别的地方去。那今天最恐怖的事情，他已经把它塞到我们的高压电子箱子，它是通用的。是通用的，所以你如果有一把通用钥匙，几乎就可以打开了。救护人员到场时，黄姓男子家己咧淋水降温，伊规身躯30拍的极度烧烫伤，紧急送去新台病院抢救，加载人暂时无性命危险。那校方无奈伊讲，捌讲过真侪届，请伊甲乌白炖的物件清理，这回煞大胆开高压电箱，台电人员提醒民众千万唔通拍开，也是去望外箱，惊有漏电的风险，千万唔通摕性命讲生笑。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台师大体操队的总教练洪树航甲助理教练麦老相含涉霸凌甲性平的案件，教育部是证实讲洪树航教练霸凌案成立，停聘2档来做处分，性平会卖来重启调查。另外助理教练是停止契约来做处分。洪树航嘛随开记者会，以否认这个指控，有2个学生的家长嘛出面强调讲，因的囡仔无受到霸凌。他利用我们的爱与信任，把我们变成服侍他的奴隶。我们要冲过去帮他开门，当教练做的事，我们必须维持跪姿，甚至连他在卧推时，手部反复压到女子选手的胸部中央。台师大竞技系A同学提起勇气讲，副教授体操总教练洪树航牵涉霸凌甲性骚扰，佮讲前目睭看到助理教练未老伤寒补救领地小师大体操队的未成年囡仔，他会对年纪小的孩子、小师大的学生打巴掌，要求倒立。那这个倒立2小时之后，小孩的眼睛都肿起来了。训练过程牵涉不同管家甲权力压迫，台师大表示114年8月接到通报，经过霸凌调查小组处理建议，实验过3级高评罚审期，牵涉霸凌的洪树航停聘2年，未老伤寒，停止契约，而且2年内免阁聘请做教学含教练等成员。性平案已经交教部审批意见，重启调查。我们有拒绝提供报告给运动部。因为我们是教育部的下级单位，我们不太适合把一个保密的措施没有报告上级单位之前就直接对外揭露。不过，洪树航了后举行记者会，否认所有的指控，澄清所有教学过程拢应受公平。所有的教学过程也都会处于高度透明而且可受公平的状态。那对于我们不曾存在还有非事实的言论，
我没有办法承认。何金芬记者会指控，被卖老教练先催配甲到头仔2点半点钟的学生囝家长也出面下冤，强调代志不是安尼。他是上去下来，再上去再下来的，对，他是断断续续的，对。但是作为一个体操选手，他的这部分的肌力是在长期训练下慢慢培养起来的，可是他不可能一次达到2.5个小时。向处行表示，会将法庭救济提起申诉，因为台塑大运动竞技系连续野出训练霸凌案，教育部表示会成立专项辅导小组，进入到学校，针对整体制度，自可教学的训练，避免有同款的状况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县草屯的农民李启元哦，伊摕到全国稻米达人比赛冠军，嘛得到60万的奖金。也毋过，因为奖金算作是收入，害伊今年无法度去申请劳农津贴，颠倒是损失。有立委希望讲，这应该以个案来处理。农民咧寻产水，真正是稻啊等待授粉种植的关键期。伊是草屯镇连续7档摕到种稻啊冠军的农民李启元，今年67岁。至113年，嘛有摕到咱农业部稻米高人的选拔冠军，啊，毋过因为得到冠军，煞失去今年的劳农津贴。领到这个他的鼓励金，因为他是30万，但是农委是相对会提供跟他们的一样的奖金，就超60万，这样就超过他的基本是50万了，你就不能领取这个老农年金。因为比赛冠军摕到中央和地方的奖金，奖金算是收入超过劳农津贴的排付条件。立委马文君开记者会，呼吁中央爱通盘来检讨这种代志，嘛毋让这位农民的代志会当先用个案来解决。其实农业部原来这样子的利益也非常的好，我们的农产品其实在品质上面都可以获得提升。不过也因为这样的制度，它造成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这样影响，尤其对农民的权益的影响非常大，然后又没有完整的配套。啊，这都实际说提农产品去比赛，啊，你奖励农民的物件，啊，你过来甲农民听法，这种公平不公平啊？针对这件争议，农业部回应，目前正咧计算胜利的农民113年度的成本，啊，搁收入，啊，毋过也未算出来进前，按照规定，劳农津贴是无法度通摕到的。现在我们那个问题看农粮署一算出来成本，那个必要费用到底偌济，那我们才有继续再讨论下去这样子。立委和农民拢呼吁，农业比赛奖励金，啊，搁和劳农津贴的资格认定，应该分开来处理。立委嘛批评政府办农业比赛，鼓励农民参加，来提升产业的竞争力，无应该颠倒来害农民来失去领津贴的资格，造成农民困扰。记者杨义修南投报道。年底又搁要选举咯，甲参议今仔嘛开记者会宣布讲，参选人4月25开始，得当设政治现金的专户来收政治现金。有监察委员嘛真烦恼讲，政治现金透明化，造成部分的企业真烦恼境外的势力，规期要求着卖开收据。政治现金的制度，这应该嘛是爱来检讨。将民众党主席郭文泰牵涉政治现金等案件，一审互法院判刑17年。台湾政治现金法已经施行22年，不过监察院表示，有关有真侪违法的状况，因得至一调开记者会，说明115年选举参与者有关政治现金要注意的代志，提醒要捐钱的个人、团体还是企业有总额的限制。政治现金专户除了要向监察院申请许可，针对假户爱开收据，若有外国捐资金，都是违法，要交予国库。捐赠者是有税负上的优惠哈，所以也请捐赠者。你捐的是政治现金，请你跟这个参选人也拿这个政治现金的一个收据的外入港澳资，请所有参选人注意，不可以返还，一定要缴库，否则会有刑责。那么，其余有查证到违法的情况，可以在申报截止日以前返还给捐赠者。有监察委员表示，监察院查政治现金无分党派，拢有照比例去查核，嘛提出因的观察。监委指出，台湾政治现金甲其他国家比起来相对公开，拢会当看到啥人捐钱捐偌济，除了可能会互摕来做比较，甚至去互中国利用做制裁的工具，恐惊会影响到未来政治现金的透明化。有境外势力，它也会针对政治现金的状况啊，比如说你特定的人士、企业，你捐赠给特定的政党。那他会秋后算账，
哦，那他甚至他会公开声明，他一定会对你采取一些相关的制裁的行动。哦，那这个也不利于我们政治现金的制度，哦，跟它的公开透明化。今麦各党派拢有针对年底的选战来备战。今年9合1选举投票的日期就定在11月28礼拜六，要选县市首长、县市议员，也有乡镇市长等等。监察院提醒政治现金一定要合法使用，和竞选活动相关，袂使有盈利甲私人用途，避免违法。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4月28是世界职业安全卫生日咯，为着要强化职场的安全，劳动部是希望来协助因作业加入 AI 的管理，对源头来防灾，那么做伙来了解。在工地要施工的电梯工程、物流的空间顶悬加装监控的门，佮结合 AI 科技管理，要进入这空间工作的员工，拢爱戴好安全帽啊，才会装备，经过 AI 辨识通过，才能进入工作。我们人员要在这个楼层穿好装备，装备就是安全帽、反光背心、母锁的钩挂，确定都符合标准之后 ，AI 判读完，它会自动开门给你使用。因企业在工地透过宣导甲分享活动，强调多重预防减灾概念，经过 AI 科技协助，应加强预防热灾害发生。一些降温的设备，比如说自动喷雾系统啦，甚至我们的降温设备，现在都是用科技的方式来做一个辅助。4月28是世界职业安全卫生日，劳动部之一特别举办这场安全健康的活动，希望透过系列活动提醒民众职安的意识。为了维护劳工的生命安全，我们才希望透过制度面，就治安法的修法，落实源头管理，加强业主的责任。企业它必须秉持尊重人权、尊严劳动的原则，善尽社会责任。目前，职业安全卫生法已经进行大幅修正，以预防全面化做核心，希望产业用投入经费进行源头防灾甲减灾，落实风险管理，各种霸凌防治垃圾制度，打造有尊严的职场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全球气候变迁极端气候是愈来愈严重。来看纽西兰的首都威灵顿透梅勒大水河，1点钟雨量就超过77毫米，造成真严重的崩山甲土石流，有一个民众失踪，当地嘛宣布讲进入紧急状态。纽西兰北岛有首都威灵顿，透梅勒大雨过了，四界乱糟糟，市区的车辆互土石流冲歹去，挡土壁也互大水冲歹去，街仔路四界全土埋。威灵顿大部分地区20发布红色大水雨警戒，市长宣布首都进入紧急状态，呼吁地势较低所在居民爱赶紧撤离。We know that some people have been evacuated. Council has set up an emergency assistance centre. So for the southern suburbs, this has been a pretty serious downfall of rain. 威灵顿地区对17开始出现极端的天气，顶礼拜透梅勒大雨，互市中心商业区甲南部的郊区做大水，崩山也有严重的土石流。1点钟以来，落77毫米的雨量也创纪录。威灵顿消防甲紧急救援部门表示，一暗就接到上无150通求助电话，崩山引起的震动，互居民抓准是地动。The heavy rain came blowing through and. It woke me up, just the rain, and then there was like a gentle earthquake. Well, it wasn't an earthquake. It was the hillside coming down. I woke up this morning at 6 a.m. and looked outside, and there's like water everywhere, and I noticed like a car down the street's been all the water has gushed and shunted one of the cars into the other. 目前传出有一个60岁查甫人失联，警方当咧找人。威灵顿公共设施，包括大众运输、图书馆、公园，拢会关到4月21。纽西兰国家气象中心指出，纽西兰中部地区未来28点钟，也会出现大水雨、雷公雨，也有透风。纽西兰北岛顶礼拜才拄到热带气旋，带来大风雨，而且造成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公司新闻景观庆编译。苹果公司的执行长库克已经接班15档了，今年嘛已经满65岁。当时雄雄宣布讲，伊9月要落任，要转做董事会的执行主席。新的执行长是由25档经验工程资深的副总裁特纳斯来接任。外界嘛认为讲，目前是苹果进入 AI 转型的关键。
苹果执行长库克伫2024亲身到伫咧纽约第5大道的这间大店面，民众热烈欢迎。库克伫2011年自 Jobs 的手头甲苹果接落来，花差不多15年的时间，推动多元化的服务，打造 iPhone 生态系，成功推动 Apple Watch、AirPods， 也阁有 Apple TV Plus 等等热门的产品，互服务的业务正做苹果第2大收入的来源。伊嘛带公司度过疫情、美中贸易战甲关税战，库克带头的苹果股价起1932%，比标普500指数起的504%更较侪，市值对15当前的3000亿美金，甲单已经4条路。Isn't it great? We've democratized film, and so you can make an entire movie on an iPhone. As a matter of fact, our event to introduce the iPhone was filmed on an iPhone. 库克年代嘛是有失败记录，像讲开几10亿美金的自驾车计划，就失败来收煞。头壳大的装置 Vision Pro 嘛是卖袂出去。另外，即嘛是 AI 车屏的时代，苹果的卡手嘛真慢 ，Siri 转型无成功，就爱靠 Google 的技术来斗相共。外界就要讲，这是库克想要卸任的一大原因。The new MacBook Pro is a combination of groundbreaking performance with amazing battery life, extraordinary display quality, and advanced connectivity. 今年50岁的新任执行长迪纳斯伫咧苹果有25年硬体，也阁有产品开发的资历，捌主导 iPad 也阁 AirPods 的开发，也阁有促成头一款平价 MacBook Neo。迪纳斯伫咧苹果关键的这一档，甲贷款降压落来，外界就推测伊上任了后上大性的任务，就是推出新款的 iPhone 对偶的手机啊，也阁有甲 Siri 更新，嘛会变细布局 AI， 互苹果公司继续冲。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加看前经济部长郭志辉哦，去年因为健康的因素辞职，昨暗伊家己伫面册讲哦，伊得着胆管癌，嘛已经接受治疗。伊是真感谢总统赖清德提请伊去做身体检查。医师嘛表示讲，胆管癌初期的症状是无介明显哦，建议民众若皮肤佮目睭的白鳞黄，佮定定腹肚痛、食袂落，就爱量早去检查。前经济部长郭志辉去年8月因为健康的原因来请辞，20伊伫咧面册鋪文讲家己得着胆管癌，已經接受治療，嘛感謝總統賴清德提醒伊愛去做身體檢查，因為得癌的時陣完全攏袂痛，唔知影家己已經破病啊。醫生講，膽管癌是自膽管上皮細胞生出來的惡性腫瘤，這是除了肝癌以外第2大常見的肝膽惡性腫瘤，紅講做是溫性的癌王。一開始頂多可能就有一些體重減輕、食慾下降的這些症狀，可是說真的不容易在很早期，除非到了中後期，它已經開始壓迫到膽管。醫生講發生伫咧膽管的癌症，攏或者是膽管癌，嘛是上界歹辦的癌症之一。真歹伫咧早期就發現，肝內膽管癌因為伫咧肝臟內底一開始的症頭無明顯，定定攏愛到尾期才會去用檢查出來。若是肝外的膽管癌，主要的症頭是黃疸，因為附近的血筋也閣有神經質，所以手術是非常的困難。若整體來講，膽管癌伫咧5年內底存活率差不多是2成到5成。膽管癌它還有一點很狡猾的地方因為我們都知道，癌細胞如果要往外生長，無非就是透過血管、透過淋巴。那膽管癌呢，它又多了一條路，它會順着我們的膽管上皮去延伸出去。我祝福他可以健康啦，因為他其實前陣子的確身體有一點異狀，那剛好時機也對，所以我也祝福他，他現在身體非常好。醫生提醒，國內發生膽管癌的機會是10萬分之4，較高發生伫咧60歲到70歲的人。若查甫比查某佫較高著，目前也找袂到致病的原因。若是 B、C 型肝癌的患者，佫有肝硬化的病人是較高風險的族群。提醒民眾若出現黃疸、腹肚痛、鼻道變歹等等的症頭，就愛量早去予醫生看。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看今年63歲林女士哦，伊得着一款真罕見的疾病，器官會出現腫瘤，也是病哦。就算手術了後，嘛是會擱再出現。林女士佇30多冬來動過6屆的大手術，醫生是講哦，這款病是基因異常，有5成遺傳的幾率。目前全台灣通報受54例。
面带笑容出席记者会，伊是63岁林女士，因为带着真罕见的疾病红血病淋到症候群，简称 VHL， 这互伊的抗病之路行甲真辛苦。30多天来动6解大手术，这类的患者可能会伫中枢神经系统、腰子、阁有视网膜等几类器官不断生瘤甲反症，挑战的拢是神经外科上困难的领域。拿掉了，它又春风吹又生，又在长，野火烧不尽。它就会一直在长，因为有这个基因，如果没有把它抑制，你就是拿得很干净，它也会再长，这是一种染色体的一种基因的异常。医生指出 ，VHL 全球发病率大约36000分之一，推过台湾理论上应该有600-700个患者。不过目前简单54个通报，落差真大。主要是因为这种瘤会随机生伫各器官，互病人伫病院各科走踪，真恶治觉。因为下一代有50成的致病率，所以医生强调，透过家族史的追踪甲基因检测是抓到罕病的关键。我对这个病我是以我上好的心态，死伫个手术台嘛不要紧，我也请政府能够帮我的忙，能够让这种药来给我一个生存的机会。林女士欢喜甲红晒合影，感谢厝内人的陪伴甲照顾，度过每一届的难关。伊嘛甲政府表示，希望会当引进新药，希望减重一寡手术，延缓病情的发展。不过医师提醒，目前新药的效果甲副作用等，有按等待时间的检验。相关协会甲政府爱加注意患者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南部的天气已经真热了，拢30外度。小琉球做倒摆业者是烦恼讲，游客翘倒摆哦椅子啊会伤疼，所以甲规排学倒摆的椅子啊，拢先掀开哦，减拍一寡日头，要坐的时阵才袂伤疼。一排学倒摆椅垫仔拢拍开，有诶阁铺一层白色的垫仔。因为天气伤烧热，小琉球的机车业者惊坐学倒摆游客坐起来去烫着，造成游客受伤。逐间业者只要机车停伫外口的，就一定会甲椅垫仔掀起来，避免直接拍日降低温度。袂种啊，人客啊，你徛较袂烧啊。较袂烧哦，佮风止了啦吼。系啊。小琉球遮日头咧一大条啊。上热的时阵几度啊？拢30几40年。规排机车拢拍开椅垫仔，真做小琉球当地奇景。毋过业者建议，若有私人的物件，人离开学倒摆，就爱随身查咧。嘛有网友讲，会当放一条布仔伫车厢，若椅垫仔烧会当处理，拄着落雨嘛会当摕来拭。因为南部地区这2天日头足炎，游客到小琉球佚佗嘛是拢感觉烧热，为了规气爽水上的活动了后，就想要走转去饭店休困。就不要正夏天来，正夏天来好热。以前有来夏天来过吗？对啊，就很那时候几乎都要。你去海里玩完之后，你就只想回民宿吹冷气，就不会想要在外面走来走去这样。哎，没有看过他们这样把椅背那个掀起来这样子，很多都这样子。很多这样子。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样子那个椅背就不会那么烫。根据气象署资料，一直到拜3前拢是出日头的好天。南部地区天气拜1、拜2 29到33度，体感温度上悬到36度。呼吁民众爱食补充水分。拜4方面通过，才会变作乌阴会落雨的天气。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来看中华新港乡大同国小附近前2日发生轿车去弄电火条，电火条是断做2节咯，轿车的车头嘛弄甲密密麻麻。加载车顶2个大人，佮一个5个月大的阿婴仔，敢若轻伤。轿车原本好好驶伫路的，唔知影什么原因，却向去弄到路边的电火条。代志就发生伫这个月19，中华新港的大同国小头前，车祸弄甲真大力，规支电火条当场断做2节。救护车接到报案，赶到现场救援。加在车顶一对翁某加5个月大翁仔啊，拢只是轻伤。到现场的时候，现场患者状况皆轻伤，表示有疼痛。经评估外伤，我们是做初步的外部神经学检查。经检查后颈椎经无压痛情形。那的患者共有3名，分别1男1女及1个婴儿。警方表示，姓周的驾驶当时在红赛甲5个月大翁仔啊，经过新港乡中心路7段，车辆向失控，弄到路边的电火条，造成电火条断去，轿车的车头嘛弄甲密密麻麻，驾驶97达失灵，初步研判可能是因为洗神才会发生车祸。周姓小姐驾驶自小客车自撞
路边电杆断裂，已经通知台电来维修了。周性驾驶经酒测值是0，自撞电杆的原因经查可能是因为驾驶一时恍神。台电调查指出，轰动登去的是第4代的电火条，并无造成失电影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警察也提醒民众，赛车一定要专心，落实防御驾驶的观念，避免发生交通事故。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嘉义民雄种700多公顷的往来，也毋过最近雨水真少，所以往来是大甲真慢。大约嘛已经有2成的灾损咯。农民嘛真烦恼讲，若阁继续开花，损失会愈惨。望讲政府会当来提供协助。原本应该爱大粒的往来，刷出现生长不良的状况。4月开始是嘉义县民雄往来开始采收的时间，不过往来田内底刷出现一寡袂大的往来。农民讲，因为天气无落雨的关系，地处着往来袂大。这拢听过采收啊啦，毋过甲旧年比起来，会高粒差要2倍啦。收入看一粒用过一粒收起来偌济，即马一粒个月数啦，几箍银仔呀。这大概百姓嘛无爱。民雄乡公所伫4月初接到农民的定情了后，就邀请专家学者做伙到往来田来会勘，要来了解灾损的情形甲原因。学者就指出，酷寒的天气对土壤造成影响，互谷粒无法度吸收营养，才产生往来发育不良的问题。差有9个月时间，拢是干旱，拢无雨水，所以造成伊迄个土拢顶壳壳，那石头咧，所以它吸收不到那个养分，所以造成讲它伊的成长变做较细安尼。农民指出，去年收成的往来一粒大约有3斤重，今年大部分拢无到2斤。若是继续无雨水，受影响的往来可能会愈来愈多。乡公所表示，会整理乡内的灾情，向相关单位来反映，希望协助农民争取灾害救助甲相关的补助资源。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东县的知本湿地今年2月着火，到达无到3个月就烧3届咯，昨暗又搁烧起来，到透早才拍花。6公顷的野鸟西炭地拢烧掉。环保团体是呼吁县政府应该着爱加强管理，唔通旧在火定定在炭烧，去破坏着生态。20暗时，知本湿地大火阁烧起来，消防队员伫真大的树林内底，要找出拍火上好的路线。透早，知本湿地大火总算控制掉了。日时一日看，这摆烧着湿地重要野鸟生团的核心区，被叫做梦幻湖的湿地树林地带，一片是乌噜噜，拢是被烧死的鸟类，也有野鸟的断壳。因为着火地点烧的物件有建材门板，也有农田的一寡废弃物，怀疑有人烧物件才引起野火。一烧就是6公顷，阁造成知本湿地生态浩劫。官团甲当地部落呼吁县府爱赶紧加强管理。如果说是真的是纵火的部分，要把查明原因，然后把这个纵火案把它查清楚以免呢之后还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对于我们传统领域的主人来说，我们不喜欢看到这种画面一再一再的发生对于那边的环境对于那边的自然生态的部分，我们觉得也很可惜啦。知本湿地今年2月才发生烧70多公顷的火警，过无到3个月，这摆阁发生大火。县府进前已经表示要增减士气，不过还未增就阁烧起来。县府表示会甲警方合作加强巡逻，阁赶紧增减士气。请警方这边加强周边的道路的巡逻。那另外，我们也目前已经申请了在各个路口进行加装新的监视器。警方表示，初步已经锁定放火对象，会赶紧破案。记者综合报道。位于桃园北调大人森林公园，桃园头一座的多功能野生动物救伤收容中心今仔正式挂牌成立了。去年桃园是收容超过2300多只野生动物，未来收容的量能会当搁再增加。专业的机器，也有诊疗手术收容福建甲教育训练空间。桃园市第一个有救援医疗收容、福建甲教育推广功能的野生动物救伤收容中心，目前正式启用。这里设的野动救伤中心它的意义跟特殊性在哪里？鸟的新陈代谢是非常的快，那如果透过很及时的救援、很迅速的救援，那鸟类所复原的几率就更高。整个筹备的工作大概花了大概2000多万哈。那未来我们每年还是会编列大概300到400万的经费哈。根据统计，桃园去年收容甲野放野生动物有2328只，
九城市焦虑，另外还有哪里果子坝山丘顶。也阁有赤尾区、石山区等保育类，其中保育类野生动物经过救伤佮成功野放的有18种，总共98只。因讲是保育甲救伤量能继续在提悬。我们在去年1年就救助过超过2000只不同的动物，保育类动物就差不多快要100只，表示说我们桃园的这个生物多样性非常的丰富。建筑外壁用45万5000片马赛克的态度，搭出悬5公尺、跨8公尺的球板动物放假图，展现动物救伤专业皮箱。这个伫北投台南森林公园内底野生动物救伤中心，未来提供野生动物急救、手术治疗、复原照护、加野放评估等专业服务，各建立分区收容、加依照不种分类照养管理机制。提悬复原品质，也有野放的成功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华人的太平洋国际塔吉亚艺术季伫七星潭举行。今年华人县政府是专工邀请国际艺术家做伙来创作，也毋过嘛发现讲七星潭的石头的量比过去较少哦，这有可能是甲气候变迁有关系。参加比赛选手伫咧七星潭的海沙堡步数真短，照石头的大细粒蓄水，摆出各种的造型。为着要互比赛更加国际化，今年也阁专工邀请瑞典、伊拉克、西班牙、日本甲土耳其的艺术家。I found incredible that you have so many kind of stones, different colors, white ones, black ones, with lines, with squares, with just different type of stone and different shape. 毋过有台湾选手发现讲，今年七星潭的海沙堡石头的量甲往年来比是减真济。虽然袂影响创作，毋过要是会烦恼七星潭的环境敢是有改变。这边已经没有了。对啊，艺术家都嗨呀呢。艺术家说石头不够。对呀，不够啊。以往的看到石头是比较原始的黑色的比较多，那现在石头是可能有些是从别的地方载过来的，然后它的颜色比较没有那么自然。官府表示，七星潭的海沙堡石头的量，甲往年来比，确实是有较少。推测可能甲这几年风台地动了后，对大水拼落来土石有关系。记者综合报道。下晡的天气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1度。中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29度；华岛地区上低19度，上悬29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晡3点，咱再会。